今集預告，我大膽俾一個建議，羅曼勇士嘅馬主，同埋另一個建議，阿應總去片。Hello， 大家好，又嚟到 NetChan 頻道嘅時間啦。咁呢集節目呢，就係 NetChan 馬膽嘅。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兩場賽事，每場賽事揀一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下。咁大家知道啦，呢個係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頻道啦。每個賽馬日講馬膽之前呢，都要回顧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上次賽事兩隻馬膽，第一隻馬膽第二場男神啊3.5倍跑第三，其實首個位都幾靚喎，衝落去反而唔係幾勁啊，得個第三。表現略失望。另一隻馬膽第四場包裝天王2.2倍都正常地贏啦，但係啲腳好爛喎，呢場好似嗰啲腳係爛到抽筋啊啲腳嚇，咁啊拖唔中啊。不過兩隻馬膽都入到圍，算表現都 OK。咁啊上次呢出冷腳都幾醒神嘅，馬上贏13倍跑到第二啊！哇！如果唔係隻人人有餘，突然間食咗藥嘭一聲咁勁爆上嚟咧〜哇！馬上贏咧，我真係發達啊！真係，我後孖寶係嗰隻大回報射落嚟嘅，真係大家有睇我真飛區都知道，我呢個孖寶係好大嘅，但係可惜只係安慰獎。咁啊，第二隻紫荊傳令就發揮其實略失望，3.9倍落飛，由10倍落到3.9倍，發揮略失望咯。咁步速唔算太快之下，咁佢又留得比較被動。追落去又爭少少，冇咗個第三，撻咗個第三係有啲可惜。上次高出賽項馬力再贏7.9倍落地。咁啊，事不宜遲，講講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不過講之前呢，都係講翻我少少嘅建議。首先第一個建議，羅曼勇士。咁我覺得劉柏輝先生可以慎重考慮將呢隻馬真正叫做光榮退役。話今季不敗之身，攞咗長途3冠，咁我覺得擊退一眾海外強敵，咁我覺得都係真係交代有餘啦。咁啊，其實無需要好似搞到金槍60咁落咗啦，隻馬落咗少少啦咁退，係落過下嘅，跟住佢都贏過，有贏過有輸過啦。金槍60下退役之前，咁羅曼勇士唔需要等到咁耐咯，即係啲獎金都係夠佢買多幾十隻馬翻嚟玩嘅啦，咁所以我覺得係，同埋今次即係咁禮拜日咧，禮拜日啱試遮打杯咧，首先天氣熱，2400又都好辛苦，你見到隻馬翻到嚟咧就明顯辛苦，同埋說實話，咁佢近呢兩場你話贏係咪好壓倒性姿態贏咧？已經唔係嘅，係靠呢個本身嘅底質同埋麥道朗嘅能力去贏嘅啫，而家。無謂搞咁多啦，光明退役會係一個幾理想嘅情況啊！咁我另一個建議係俾應家柏，我都講過好多次，雙馬王啦第一，大家唔使諗羅曼勇士單馬王，佢一隻馬王冇可能，根本上係唔需要討論，因為嘉應高升場場係魚肉對手咁贏，你冇可能係唔頒俾嘉應高升嘅馬王。而家嘅問題就係。可唔可以做到雙馬王？咁啊，絕對值得。8歲之齡，長途3冠羅曼勇士。第二件事情係羅曼勇士係一隻香港歷史上都可以話係非常重要嘅賽區啦。啊，非常重要。咁好似佢只係做過1屆馬王，如果冇記錯。等我睇睇先，因為佢係。馬王，香港馬王，等我哋 check 下先。我唔敢肯定，應該係佢淨係做過1屆馬王啫。睇睇啊，香港馬王，即刻翻查下資料先。係咯，淨係做過1屆馬王，一隻喺歷史上最即係都可以話係
或者係我哋成日講 GOAT 啊，係咪？即係籃球成日講 GOAT 就係 Michael Jordan 定 LeBron James 啊。咁浪漫勇士都係歷史，喂，我求其噏啦，歷史頭三啦，可能有歷史頭三啦，應該有嘅。咁大家不服內辯啦，浪漫勇士。咁所以喺一個歷史頭三嘅賽區，淨係做過一屆馬王，好似又少咗啲喎，咁樣樣咯，即係我咁嘅睇法。咁所以應家柏先生雙馬王。好啦，講完講下聽日賽事。第一場賽事第三場嗱，第三場呢場咧就夾硬扭歪少少嘅我嗱，因為咧1號魅力之遙嘅就一定係熱門啦，降班潘頓來檔咁實一定熱門嘅。但係呢場我想搏一搏就係10號瑞奇威風做馬膽嘅。咁啊，10號瑞奇威風唔使講咁多啦，睇一睇佢上場賽事啊，睇睇佢上場賽事，臨尾嘅發揮，百勝威龍贏我呢場。瑞奇威風啊，我哋睇睇先。呢隻白色衫呢隻嚇，奧爾文，睇下佢，喂，匿馬尾，縮喺馬尾唔拉出嚟嘅，扮拉出嚟。誒，左手邊抽翻入去，喂，當我傻㗎喂，大佬，左手邊抽翻去，又扮拉出嚟。啊，右手邊啊，但係咧，喂，睇下嗰隻左手係做緊咩啊？隻左手，奧爾文隻左手係做緊乜啊？冇騎過啊！直情臨尾推兩步大力少少啊！早啲推都驚入位啊！大家睇多次啊！真係即係好片，不妨一睇再睇。想拉出嚟，跟住打左手邊喎，想拉出嚟打左手邊喎，精彩！我話拉埋翻去，喂，跟住裡面嗰隻外閃喎，咁佢又拉出嚟少少，扮打邊，睇一隻左手小兒麻痹症左手冇推嘅，掹出嚟，確定真係追唔到啦，最後50，推一下，早啲推都驚贏馬，真係唔係講笑呢隻瑞奇威風。咁所以今次有咩特別咧？奧爾文、姚本輝都話我都唔係低能啊，咁咪即刻換個布浩榮。咁布浩榮我都講過啦，佢一位騎師咧，今季嚟到嚟客串贏咗2場，一場係贏月，一場就係焦點，成績唔算理想嘅。講真，佢之前唔算差，但係成績唔算理想嘅。咁有好馬一定搏噶啦，咁布浩榮咁啱得咁巧，贏嗰2場都係谷草喎，睇下呢場係得唔得啦？揾佢做馬膽配嘅選擇，1號魅力之遙啦，咁都唔使講啦。潘頓而家好正路噶啦，過咗2000邊就唔知啦嚇，而家好正路嘅，咁你拖先啦。第二隻6號紅衣醒目，長期穩定嘅馬拖。第三隻8號浪漫佬喎，哇，場真係差到不知所謂，場簡直俾多次機會咧，我一檔好，所以場馬膽。10號瑞奇威風配腳選擇，1號魅力之遙，6號紅衣醒目同埋8號嘅浪漫老窩。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講我啲付費會員計劃，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同埋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咁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咧，我應該喺聽朝11點左右咧，就有全日嘅初步首選、次選、副選。去聽日每場賽事開跑6至8分鐘之前，就有最後首選、次選、副選。長定石奇動態孖寶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咁大家知道啊，我一個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孖寶嘅，因為你買到馬會咧，佢最少係抽你17.5% 啦，甚至話你抽你25% 都有，所以星水孖寶非常重要。如何戰勝抽水？第一，大彩池有多寶嘅時候買落去，你中到嘅話，通常嘅賠率都好分啲。第二係星水孖寶。上個禮拜谷組賽事，星火燎原有情有義，二串一邊43.75倍，孖寶59.75倍，星水足37%嘅 percent， 就係靠呢啲星水去長期戰勝馬會嘅抽水嘅啦。如果大家對於我臨場分析咧，或者星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歡迎經過 WhatsApp 68447635啦，或者 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去聯絡我，去攞啲有關於臨場分析或者星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但未必有人啱臨場分析嘅，因為禮拜3晚有人翻緊工啊，禮拜6日可能家庭日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睇我啲投注建議，所以 Patreon 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超叻會員純支持海馬次選副選啦，足球股票帶免責聲明同埋養兩腳獨家分享。極叻會員啱超叻會員所有嘢都有，同埋加埋所有場次、所有馬匹嘅計碼分數放上去。咁大家知道啦，
我直播計碼有時都睇咗啊，或者我 Netcheck 馬膽有時都放啲分數出嚟啊，都知啲分數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㗎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喺第二個場次就揀第9場啊，第9場嘅馬膽我揀9號嘅可靠大師啊，潘頓2000蚊追趕緊2000蚊，希望佢都係可靠大師啦。嗱，上次開咗竅一隻馬連贏2場，咁上次咁可以話因為好黏地又形勢走咁贏得遠，咁啊加10分係偏多咗少少。但係開咗竅嘅馬升班，潘頓都肯繼續騎上去嘅，仲要做榜嘅118嘅，咁都勉強都要拖，唔係揾佢做膽啊，因為同場對手唔算係好鋭嘅，咁揾隻最鋭嘅可靠大師做膽。配嘅選擇第一隻揀翻1號嘅小霸王啦，上次黃寶利拱下上嚟都跑到第2咯，今次7檔唔算好理想啊，你有定心理準備全程3碟啦，黃寶利，但係隻馬有啲底質咯，你拖住先啦。第二隻揀5號蒸蒸日上，上次賽事喺谷草1002都跑得唔錯啦，彎前比較利鐵男，佢走2-3碟嘅，2碟至3碟之間咁上下啦，咁表現都唔曳啦，咁跟住拖翻啦。第3隻配嘅，等我睇睇先啊，我係揀11號官金奇，咁佢係有能力顯現過俾你睇嘅馬嚟嘅，但係上場就失望少少咯。但係今次谷草抽到個1檔，咁點都要拖嘅。上一場馬膽嘅9號可靠大師嘅配腳選擇1號小霸王，5號蒸蒸日上同埋11號嘅官金奇。咁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分析啦。如果仲係話俾個 like 同埋讚我，同埋分享段片俾啲朋友睇睇，佢宣傳頻道。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意見都係邊留留言。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咧，都係對 YouTube 片下邊留留言嘅，留嘅謝謝 fans 我都相當高興嘅啦。咁大家留多啲人咧，回覆多啲，咁 YouTube 就會知道我嘅非常之優質頻道。咁我仲有分派我啲片咧，俾更多 YouTube 迷睇。咁更多 YouTube 迷睇咧，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從令到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我再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etcheck 談賽馬，仲要做啲直播節目嘅，例如海馬直播啊、直播賽馬論壇啊、職場足球大柱分析等等啊，同埋你而家睇緊嘅 Netcheck 頻道，兩個頻道都撳訂閱、按鐘仔、撳全部，咁訂閱我所有新片，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 第一時間知道噶啦。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加入我 YouTube 會員啦，有熱奶茶會員、兩餸飯會員同埋魚生飯會員，每個會員都冇特別嘢㗎，純粹支持呢個頻道嘅繼續營運。Netcheck 馬膽賠率先機，飛數直擊。如果大家中意呢個頻道嘅創作，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感謝你們，下集再見，拜拜。